今日我来游民办一寡代志，是我对咱这所温所听去的服务处来的吼。今日咧我感觉伊这个服务处的小姐拢讲，这个咱德国的做听去吼，做了非常的真优秀安尼吼。所以我感觉我是人成熟啦，有来遮互伊服务，我真足清楚啦。所以我叫我的人客，我朋友，我讲伊是晓叫较重。你若要做，去台中多了30多万，我讲你唔好去，一定要做咱差不双温。伊服务这两个小姐是服务较赞的，咱干安尼就记得啦。有啥代志5分钟就到位啊！安尼这边啦，把这个机会咱要搭出。就伊伊对这个德国的部分咧做听去嘛足信心的德国的，我嘛听足满意。所以咱若要做，你就做德国的嘛，足好就对啦。你赶紧来做，较袂用看武器啦。无伊讲人讲臭伊人你是搞我做又好诶，所以较紧诶来做。你唔知位，我带你来，带你走咧。若唔好，你再找我，挂保证。